明明在这边不客栈，弄客栈方面话行业，明天都弄客栈方面话。买茶草多江南燕窝本接待，买茶。草多江南，多江南。多江南，燕窝本。燕窝本接待。买炸的切杯，买炸的切杯。买茶草多江南。燕窝本接待，买茶炸那个切杯。买茶草多江南光亮，燕窝本在那运下来接待。买炸就是这个东西，就是唢呐呀，唢呐就是唢呐那种东西，胡家就是唢呐。买炸的切杯，有这个唢呐的这个声音呢很大。杯是大的意思。买茶草多江南，燕窝本接待，买炸的切杯。要煮酒像一阵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。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祝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啦啦啦啦。